2024年3月，北大西洋冰冷海面之下，英國皇家海軍核潛艇復仇者號已經連續潛航201日，201日即係差唔多7個月，冇見過太陽，冇呼吸過自然空氣，雙腳亦冇踩過真正嘅陸地。130個人被困喺一條直徑唔夠10米嘅鋼鐵管道入面，喺幾百英尺深嘅漆黑海水中繼續航行。你嘅床長188厘米，闊63厘米，頭頂到上格床只有46厘米。瞓入去嘅感覺就似轉入一部大號雪櫃。更誇張嘅係，呢張床可能根本唔係你嘅。135個人嘅潛艇只有94張床，即係有40幾個人連自己固定床位都冇，你只能等上一個人爬起身去值班，再轉入佢仲留住體溫嘅被竇入面。你呼吸嘅每一啖空氣係機器從海水入邊拆出嚟嘅氧分子，你飲嘅每一滴水係海水燒開之後再冷凝出嚟嘅蒸餾水。你去完廁所，污水會靠壓縮空氣吹入大海，一旦操作失誤，污水就可能倒灌翻入潛艇。歷史上真係有一艘潛艇因為一個廁所閥門開錯，最後俾敵機發現擊沉。問題係130個人到底點樣喺呢種地方食飯、瞓覺、呼吸、排泄，又點樣喺幾個月唔見天日嘅環境入邊保持理智、精準執行軍事任務？要理解潛艇生活到底有幾極端，我哋可以先由最基本嘅一件事講起，嗰樣嘢就係瞓覺。因為喺潛艇入邊，連瞓覺呢件本來最普通嘅事，都被徹底改造成另一種生存方式。頭先提過床位嘅尺寸，長188厘米，闊63厘米，頭頂空間只有46厘米。我哋用美國維珍尼亞級攻擊核潛艇密蘇里號做例子，成艘艇有135個人，但係床位只有94個，足足差咗41個。咁呢41個人點算？佢哋要執行一種叫做熱鋪嘅制度，英文叫 hot racking， 意思就係當你值完班，拖住一身疲累行到床位前面，你會發現張被仲係暖嘅。因為上一個人啱啱先爬起身去接替你個班，你瞓入去嗰一刻，被單上面可能仲留住另一個人嘅體溫。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心入面默默祈禱，呢位師兄上沖之前有沖過涼。呢件事唔係短時間忍一忍就算，而係足足持續3個月嘅日常。而且潛艇上面嘅作息制度同正常人生活完全唔同。傳統潛艇唔係行24小時制，而係一套好特別嘅18小時制。將一日切成3段，每段6小時，6小時值班，另外12小時就用嚟食飯、訓練、維修設備同瞓覺。換句話講，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跟住日出日落嘅節奏生活，呢班喺水底下工作嘅人就活喺一套完全脫離太陽嘅時間系統入邊。不過好消息係，近年海軍已經意識到呢種極度違反人體節奏嘅作息對身體傷害太大，所以開始逐步改成比較接近正常人嘅24小時制，即係8小時值班，16小時輪休。改咗之後，效果相當明顯，船員嘅睡眠質素同整體工作表現都有唔少提升。講到私人空間，每個人可以分到嘅私人儲物位置大概只有一個公事包咁大。你3個月入面要用嘅所有私人物品，全部都要塞入呢個細小嘅櫃仔入面，甚至比飛機上面嘅登機箱仲要細。床位係3張疊起一組，每張床配一覆簾。當你拉埋覆簾，呢個細細嘅空間就係你成個部署期間唯一真正屬於自己嘅地方。喺呢個細小得好似繭一樣嘅空間入面，佢哋會睇屋企人寄嚟嘅信，翻一翻相片，喺一個永遠唔會真正安靜落嚟嘅環境入面偷到片刻安寧。不過有一件事可能會令你覺得意外，好多退役潛艇兵都話，佢哋喺水底下反而比喺陸地上瞓得更好。機器長時間運轉發出嘅低頻嗡嗡聲，偶然傳嚟嘅聲納脈衝，艇身輕微嘅搖晃，對老兵嚟講反而好似催眠曲。有人甚至話，只要機器仲有聲，就代表一切正常，而呢種聲音反而會令佢哋覺得安全。咁瞓覺嘅問題講清楚之後，下一個問題就係食呢個話題，可能係潛艇生活入邊最令人意外嘅部分。因為喺成個美國海軍系統入邊，潛艇嘅伙食係供應最好，冇錯。就係嗰個床位細過衣櫃，連廁所都有可能出人命嘅地方，食得甚至比航空母艦上面仲好。130個人喺水底下待90天，唔靠岸唔補給，單係食物就要裝大約6800公斤。呢個概念係咩？咁講會易明啲，大概等於將3架滿載嘅 pickup 貨兜
全部塞滿雜貨，然後成批搬入潛艇入邊。但係問題係，潛艇上面最矜貴嘅嘢就係空間，根本冇多餘地方可以專門攞嚟擺食物。咁點做？答案就係有位就塞，凡係塞得入嘅地方，全部都要用盡。通到地板下面鋪住嘅，全都係罐頭。船員喺最初幾個星期行路，腳底踩住嘅，其實就係一層又一層嘅食物箱。有啲人嘅床位下面墊住紙板，而紙板下面就係一箱箱牛肉同麵粉。密蘇里號嘅船員甚至將淋浴間都改造成臨時倉庫，然後隨住食物一日一日被食走，腳底下嗰層地板就會慢慢降低。佢就好似一個可以食落肚嘅倒數計時器，當路越嚟越好行，就代表離返屋企嘅日子越嚟越近。新鮮食物喺潛艇上邊就等於最硬淨嘅資源，水果、蔬菜、牛奶、麵包，如果運氣好，最多可以撐到2個星期。2個星期一過之後，剩低嘅2個半月，基本上就要靠罐頭、冷凍食品同脫水食品頂住。但係即使條件咁差，潛艇上嘅廚師喺成個海軍入邊仍然係公認最頂尖嗰批。佢哋喺一間比大部分家庭廚房仲要細嘅工作間入邊，用工業級對流焗爐、電磁爐同氣壓控制炸鍋，每日為130個人準備4餐飯。點解唔可以用明火？因為喺一條完全密封嘅鋼鐵管道入邊點火，實在太危險。呢4餐分別係早餐、午餐、晚餐，另外再加一餐午夜加餐。呢餐午夜加餐唔係隨便翻熱個即食麵就算，而係一餐正正式式嘅熱飯，專門為夜班弟兄補充體力同埋能量。而且海軍仲設計咗一個好聰明嘅安排，就係每隔幾日輪換一次餐次表，令唔同班次嘅人唔會永遠食同一類飯。你諗下，如果夜班嘅人日日半夜都食早餐，早班嘅人日日朝早都食正菜，唔使好耐，士氣一定會崩。咁一艘潛艇出航一次，具體要帶幾多食物？一艘維珍尼亞級潛艇出航一次，大概要裝680公斤肉眼扒、450公斤牛肉碎、400公斤雞胸肉、136公斤煙肉、2500公斤麵粉，將近13000公斤糖，仲有超過450公斤咖啡。單單睇咖啡呢個數字，你就知道呢班人有幾依賴咖啡因去撐過嗰啲高壓值班時段。有一艘潛艇曾經喺水底待咗110天之後返港，清點庫存嗰陣發現，最後只係剩低1罐火腿、一大堆白蛋糕預拌粉同埋少量脫水蔬菜。6800公斤嘅食物被精準消耗到幾乎連1磅都冇剩。呢種精確程度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工程能力。仲有一點，雪糕喺潛艇上面係常規供應，甜品亦都係每一餐嘅基本配置。遇到特別日子，例如行程過半或者重大節日，廚師甚至會端出水準，媲美中高檔餐廳嘅大餐。海軍背後嘅邏輯其實好直接，你要呢班人作出超乎尋常嘅犧牲，咁你俾佢哋嘅補償亦都必須超乎尋常。喺一個所有嘢都極度缺乏嘅環境入邊，食物就係最直接亦係最有效嘅士氣武器。好，食嘅問題講清楚之後，下一個更加攸關性命嘅問題就係130個人困喺一個密封嘅鐵罐入邊，佢哋呼吸嘅空氣到底從邊度嚟？飲用嘅水又從邊度嚟？呢一部分可以話係成套潛艇系統入邊最核心、最硬淨嘅部分。先講氧氣，核潛艇用嘅係電解製氧，原理講到最簡單，就係將海水入邊嘅水分子強行拆開，分成氫同氧兩部分。具體點做呢？海水會被引入一種叫做質子交換膜電解槽嘅裝置入邊，通入強電流之後，水分子就會喺電極上被強行分解，氫氣會被安全排出艇外，進入周圍海水入面，氧氣就會被收集同儲存起嚟，供全體船員呼吸。一個正常成年人每日大約需要600升氧氣先可以維持生命，130個人加埋就係每日78000升。呢一套製氧系統只要有電同海水就可以不斷生產氧氣。而對一艘核潛艇嚟講，核反應堆可以連續運行25年都唔需要換燃料，電同海水幾乎等於無限供應。氧氣有咗，但單靠氧氣仲未夠，仲要有淡水。潛艇雖然成日浸喺水入邊，但嗰啲係鹹水，直接飲只會越飲越口渴，最後脫水而死。所以艇上會裝一套蒸餾系統，
將海水加熱變成蒸汽，再將蒸汽冷卻，重新變成純淨水，鹽分就全部留喺後面。呢套系統每日可以生產300,000至150,000升淡水，足夠供應一個小鎮嘅居民使用。不過，大部分淡水其實唔係俾人飲，而係攞去冷卻潛艇上面一批發熱量極高嘅電子設備，剩低嘅水先至輪到船員洗澡同飲用。氧氣有咗，水亦都有咗，但仲有另一個問題，130個人困喺一個密封空間入邊，不斷呼吸，二氧化碳濃度會持續上升，一旦升到某個程度，空氣就會變成毒氣，咁點處理？潛艇會用化學洗滌器去解決呢個問題，入邊裝住嘅係蘇打石灰，即係氫氧化鈉同氫氧化鈣嘅混合物。呢啲化學物質可以直接由空氣入邊將二氧化碳分子捉住，再透過化學反應將佢鎖死，等到條件容許嘅時候，再將捕獲到嘅二氧化碳釋放到海水入邊。除咗呢啲系統之外，潛艇上面仲裝住一套極度精密嘅大氣監測系統，用質譜儀同紅外線技術，24小時不停掃描空氣成分、氧氣、二氧化碳、氫氣、一氧化碳嘅含量，全部都會實時監控，甚至連極微量嘅製冷劑洩漏同溶劑揮發都可以喺幾秒之內被偵測到。呢套系統經歷過超過500萬小時嘅累計運行，可靠性超過99%。講句唔誇張，你屋企部冷氣同雪櫃穩定程度都未必比得上佢。所以你睇呢艘潛艇本質上就係一個水底版太空站，佢自己製造空氣，自己製造淡水，自己清除毒氣，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咁佢到底可以喺水底待幾耐？理論上只要食物足夠就可以一直待落去，因為核反應堆可以運行25年，氧氣同淡水都近乎無限。真正嘅瓶頸只有一個，就係人嘅肚。呢個就係點解復仇者號可以喺水底待201日，但最後仍然要返航嘅原因，唔係技術撐唔住，而係食物撐唔住。好，空氣、水、食物呢三個最大嘅生存問題都解決咗，但仲有一個唔太好聽，卻絕對避唔開嘅話題。130個人喺個密封鐵罐入邊待3個月，佢哋製造出嚟嘅廢物到底放去邊？現代潛艇用嘅係真空廁所系統，原理同民航機上面嘅差唔多，但精密程度高得多。廢物會先被吸入一個真空罐，再轉入加壓污水儲存罐。呢套系統嘅設計確保即使喺排空主儲存罐嗰陣，廁所都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呢個細節聽落好似冇乜特別，但你諗一諗，130個人排住隊等廁所嘅場面，就知道呢件事絕對唔係小事。排污嘅方式好直接，就係用壓縮空氣將儲存罐入邊嘅污物吹到艇外嘅海水入面。不過呢個操作有規矩，必須喺距離任何海岸線至少3海里嘅國際水域先可以執行，否則就會違反環保法規。舊式潛艇嘅廁所就遠遠冇咁可靠，操作流程極之複雜。一旦閥門開錯次序，海水同污水就會直接倒灌入潛艇內部。呢個唔係紙上談兵用嚟嚇人嘅風險，而係真實發生過嘅事故。1945年4月14號，距離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只剩低24日，德國 U1206 號潛艇就係載喺呢件事上面。呢艘潛艇配備咗一種新型高壓深水排污廁所，理論上可以喺深潛狀態之下直接排走廢物，但係呢套系統實在太複雜，只有受過專門訓練嘅技術員先識操作。偏偏艇長卡爾斯利特想自己試一試，結果搞唔掂一大堆閥門，只好叫工程師嚟幫手。2個人手忙腳亂之中打開咗錯誤嘅閥門，海水同污水同時湧入廁所艙，再流到電池組上面，產生咗致命嘅氯氣。斯利特被逼喺大白天緊急上浮通風，結果潛艇一浮出水面就被英國巡邏機發現，飛機隨即投彈轟炸，1名船員陣亡，潛艇受損嚴重到冇辦法維修。斯利特最後下令棄船自沉，46名幸存者全部被俘，一艘潛艇就咁毀喺一個廁所上面。呢件事大概係成個軍事史入邊最離奇嘅事故之一，亦都正正因為有呢啲血嘅教訓，
現代潛艇每一個系統都配備咗多重安全後備方案，船員訓練亦都嚴格到極致。再講固體垃圾，所有乾垃圾會被壓實之後裝入特製嘅穿孔鋼罐入邊。呢種罐會直接喺艇上由人手製作，長約72厘米，直徑約23厘米，底部會加裝配重鐵塊，確保頂入水之後可以一路沉到海底。咁點樣頂出去？就係透過一種專門嘅垃圾魚雷管射出去。冇錯，真係有一條專門用嚟發射垃圾嘅魚雷管。船員喺出航之前就要精確計算成個90天航程會產生幾多廢物，確保艇上有足夠嘅儲存空間同埋處理材料。仲有一個細節特別能夠反映潛艇管理有幾精細。出港之前，所有食品嘅外包裝都會被全部拆走，紙箱一個都唔會帶上艇，全部留喺碼頭。上艇嘅每一樣物資都經過精確規劃，一係食晒，一係用完，一係安全丟棄，冇一樣嘢係多餘。講到呢度，食、飲、呼吸、排泄呢啲生理層面嘅問題都算係解決咗。但你可能會諗，就算技術系統再強大，130個人逼喺咁一個密封鐵罐入邊待3個月，個人真係唔會癲咩？事實上，佢哋真係冇咁容易癲，因為呢班人喺長期水底生活入邊發展出一套唔會寫喺任何手冊上嘅生存法則，靠住呢套無形規矩，先可以維持130個人之間嘅平衡。第一條，唔講政治，130個人之間嘅物理距離比大部分家庭成員之間仲要近。如果有人開始爭論政治立場，成個團隊嘅凝聚力可能一日之內就會瓦解。所以潛艇兵之間心照不宣，都會避開呢個話題。佢哋只會集中講3件事：任務、戰友、安全返屋企。第2條，噪音紀律。潛艇上面永遠有人喺度瞓覺，因為輪班時間係錯開嘅，所以你永遠唔可以大力摔門，唔可以喺睡眠區大聲講嘢，唔可以製造任何冇必要嘅聲響。而且呢件事唔單止係為咗照顧其他人休息，更加係為咗保命。喺潛艇上面，安靜就代表隱蔽，隱蔽就代表安全。少用水代表水泵轉得少，水泵轉得少就代表噪音細，噪音細就代表更難俾敵方聲納發現。所以連沖涼都有嚴格規矩，先沖濕身體，然後關水、搽肥皂，再開水沖乾淨，全程3至5分鐘。喺潛艇上面，安靜唔係一種禮貌，而係生存條件。第3條，空間意識。艇內通道窄到2個人根本冇辦法正面交錯而過。喺水底待咗幾個星期之後，船員之間會慢慢發展出一種近乎舞蹈嘅默契，側身、低頭、讓路，一氣呵成，流暢到好似排練過嘅編舞一樣。第4條，亦都係最根本嘅一條，就係共同體意識。每一個人都知道，艇上所有人都承受住同一種犧牲，面對住同一種風險。呢種共識催生出一種極深厚嘅兄弟情誼，喺軍隊其他兵種入邊都好難揾到完全相似嘅關係。潛艇服役完全係自願性質，成個海軍入邊只有大約1%嘅人喺潛艇上服役。要成為一名合格嘅潛艇兵，你必須學識艇上每一個系統嘅操作，掌握所有緊急情況嘅處置流程，然後接受老兵一輪又一輪毫不留情嘅考核。通過之後，你會獲得一枚叫做海豚胸針嘅徽章，呢個就係潛艇戰爭資格章。呢枚徽章嘅意思唔單止係話你考試合格，而係代表成個潛艇社群正式認可你。我哋願意將條命交俾你。對好多潛艇兵嚟講，拎到海豚胸針嗰一日，比拎到任何軍銜都更加重要。退役之後，呢種戰友之間嘅連結亦都唔會斷。好多老兵都話喺潛艇上面建立出嚟嘅關係，比家人仲要牢固。咁呢種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喺日常生活入邊點樣體現？其實就係體現喺一啲好細微嘅事上面。克里貝奇紙牌係潛艇上面流傳咗幾代人嘅傳統消遣。電影之夜係全艇最重要嘅社交活動。自己動手整一餐薄餅，已經可以令所有人開心一整日。佢哋喺一個冇私隱、冇個人空間，亦都無處可逃嘅世界入面，學識點樣同人相處。佢哋甚至學識點樣感覺到幾時應該俾對方留少少空間。雖然喺潛艇上面，真正意義上嘅獨處根本唔存在。體能訓練嘅場地可能只係魚類室入邊其中一個角落。
又或者係喺通道入邊硬塞入去嘅一部健身單車，但係佢哋一樣可以保持體能，互相督促，互相打氣，而貫穿呢一切之上嘅係一種極端嘅精神紀律。佢哋每一個人都非常清楚，一個閥門開錯，一道程序走歪，就可能令全艇130個人再都翻唔到屋企。每一個操作都必須完美，每一次都唔可以出錯。呢種壓力如果放喺普通人身上，可能一早已經崩潰，但潛艇兵反而喺呢種壓力之中揾到自己存在嘅意義。最後講一講潛艇本身。現代核潛艇係人類有史以嚟製造過最精密嘅機器之一。維珍尼亞級用嘅係商用級電腦技術，好處係可以隨時升級到最新系統，唔需要被鎖死喺10年前嘅舊設備上面。控制室入邊已經好難再見到傳統潛望鏡同模擬儀表盤，取而代之嘅係一面有一面電腦屏幕，由聲納圖像到工程狀態，再到海面氣象，全部都以數碼方式呈現。但係潛艇最厲害嘅地方唔係電腦有幾先進，而係安靜。每一個零件喺安裝之前都要單獨測試噪音特質，連用嚟發射魚雷嘅氣泵都要逐一檢測聲學表現。因為喺水下戰爭入邊，被聽到就等於被發現，被發現就等於死亡。潛艇嘅內壓殼體可以承受足以將早期型號潛艇直接壓扁嘅水壓。佢嘅製造精度之高，令佢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接近完美嘅造物之一。呢個就係核潛艇喺水底生存嘅全部邏輯。一條密封嘅鋼鐵管道承載住130條生命，沉喺幾百英尺深嘅黑暗海底，連續幾個月唔見天日。佢哋自己製造空氣，自己製造淡水，自己清除毒氣，自己製作垃圾罐，再用魚雷管將垃圾射出去。佢哋喺一個細個衣櫃嘅床位入邊瞓覺，喺一個細個家庭廚房嘅灶台上煮出100幾人嘅飯，喺一個永遠嗡嗡作響嘅鐵殼入邊揾到安全感。每一個閥門，每一個開關，每一道流程都唔容許出錯，因為喺呢個世界入面，一個廁所就足以毀掉一艘潛艇。而佢哋所做嘅並唔只係求生，佢哋係喺呢種極限環境之中精準執行住人類最複雜嘅軍事任務，然後翻屋企準備再一次出發。